后来继续来看国内三大饭店的集团老爷、分朗甲凯撒共同来发行着联合通用券，发予旗下员工一个人1万块。这个通用券会当伫这三大集团旗下30间的饭店来使用，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刺激着国内旅游的市场。台湾好山好水，真正真水，但拄着疫情，观光客唔来，饭店的生意嘛非常惨。为了对抗疫情的冲击，国内三大饭店集团云朗、老爷、凯撒跨出饭店业合作自救的第一步。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，只靠自己的集团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，所以才有了三方共同合作。三大饭店集团发予旗下员工每一个人价值1万的联合通用券，会使并管到三大集团的30间饭店大门。希望刺激国内消费，提国内观光，估计当创造超过5亿的商机。很肯定政府的这些措施，除了靠政府之外，我想我们还是要自己更加的努力。下一个阶段我们就会开始大量的去拜访企业、拜访福委会那给予一个折扣。带头做起，呼吁更较侪企业当做伙合作，让一般的民众会当享受旅游福利。饭店业自救，看竞争为合作，希望为台湾经济注入活水。